这是最新开发的弥漫性变异病毒，可以通过空气传播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感染变异。虽然比不上 XT 病毒，也算勉强交差吧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要去做实验。 我的工作卡呢？你们居然直接在我的研究所里实验药效，要是被矿家人知道怎么办？啊！他们来了更好。好多声音。 你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闭嘴！如果不想死，就快走。反正都死光了，怕什么？谁说他们都死了？如果他们再出现，就是把你吸干了，我也不会管你。你赶紧离开这里。别去！居然能发现我的藏身之处，小姑娘，挺不简单呢。你放开！快走，别管我！好，如你所愿。还不快走！他竟然有这么强大的能量！他竟然吸走了我的力量！喂，喂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殷昊天的人前进研究所，这个我倒不意外。我比较担心的是，你在天台上发现的那个新型变异人，居然拥有能够压制你的力量跟速度。奇怪，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肯定是殷昊天搞的鬼。本来想偷袭我，没想到却伤了别人。得提醒星炼跟岳武多注意点。嗯，对了，他们俩上哪儿去了？他们俩呀，赢了不少啊！你们兄妹俩一晚上在我的地盘赢了那么多钱，就想走人？没有那么容易。人可以走，钱必须留下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哼！一定是要跑去哪里鬼混了。你是大哥，要多管教管教他们。我哪管得住他们？他们全被妈给宠坏了。玲玲要是还在，也用不着我那么替你们操心了。那要是把钱还给你，你就会放我们走吗？小美人儿，只要你肯陪我玩玩的话，我就……这么输不起，还好意思出来混？给我干掉他们！哥，要不让他们跳个舞啊？跳舞当然是你的任务了。
谁是不要不要的？你的坏是不要不要的？你想要却说不要，要了又受不了，是男人敢不敢说要？我的美是不要不要的，我的爱是不要不要的，上了妆你想要，卸了妆又不要，我想你还是没吃药。你要不要？你要飞机，我给你打炮；你要飞机，我给你打炮；你要飞机，我给你打炮；你要飞机，我给你打炮。你的帅是不要不要的，你的坏是不要不要的。大哥，你们两个玩够了没有？哥，我们知错了，你别生气。错哪儿了？我只是用电击跟他们玩了一下，没杀他们。最近有新型变异人出现，你们两个还在这胡闹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大哥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睡得真舒服。我怎么会在医院啊？是邝慕辰医生救你的。哎，紫苏，也不知道你是怎么了，一直在睡觉，叫也叫不醒。给你做了各项的检查，什么毛病都没有。我好的不得了，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紫苏，告诉你件大事儿，这个世界上有妖怪。他们不是妖怪，他们是被病毒感染，产生变异的变异人。这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，我还准备还给你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可是上古昆仑巫女传人，你再跟我说说变异人的事儿呗。要不是那条项链，你早就死了。什么项链啊？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。我先去车上休息一下，下一场戏快要开始的时候再叫我。好的，姐。哎，对了，姐，这几天好像有人鬼鬼祟祟跟着我们，用不用我留下来陪你啊？你好啊，大明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老爸是 KSL 的研发主管吧？我们不要钱，只要他把配方交出来就行。那配方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张废纸。说，你们幕后主使是谁？女人只要漂亮就够了，太聪明容易红颜薄命。不要杀我，我会好好配合的。
那，如你所见，79号白煞也是个失败品。虽然生存时间有进步，对于阳光的抵抗力也在增强，但是战斗力依然很弱。有这种程度，已经足够了。不行，他们的 DNA 与智能芯片系统的兼容度还有待提高，需要继续试验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XT 病毒？我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喂，你是哪位？照片看到了吧？你女儿在我手里，你要敢告诉任何人，就等着收尸吧。我的女儿现在安全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她自然安全。等我电话。喂，喂，喂！这是你派人干的吧？你觉得呢？KSL 精华素，留住你的永恒之美。我刚从医院出来就来找你了，你居然敢把我踢下水！你死定了，徐长，你死定了！你真是雨桐啊！你扮成这样，我哪知道你是雨桐啊？你过来，来，你干嘛？过来把我拉上去啊！那你别把我拉下水啊！哎呦，我不拉你，真的？还真的真的。你保证？保证。发誓。我发誓。哎，来。过来吧你不是说好不拖我下水的吗？谁让你先把我踢下水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踢我的？我投降！过来吧，告诉你个秘密。过来！什么秘密啊？什么变异人啊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？你脑子才坏了呢！你坏了！来吧，这屋。我爸出去开会了，你先待在这里，我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好。东西就在里面。请进。说吧，要怎么样才放了我女儿？把 KSL 配方给我。哼，这个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准备好了，拿去吧。我还需要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 ？XT 病毒。病毒我都是加密的，就算你们抢走，也没有人能看得懂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要是偷走了就能够用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。大明星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不会真的炸死你的，啊？如果你要是不配合，我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女儿。好吧，资料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要知道背后的买家是谁。你少废话。
先救嘉玲姐吧。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拦我，嘉玲姐出事了！你干什么？嘉玲，嘉玲！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溯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越怕不值得，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？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过，眼睛